Hello，我係 Andy，我依家就喺坦洲，身後呢條路就係坦洲大道，呢個方向過去嘅話就係去珠海，呢邊就係14村嘅一個遊樂園。喺呢度去珠海嘅話，只需要10分鐘嘅時間。我哋今日就去睇一個細細地、平平地嘅公寓，總價先30幾萬，一個月收租可以收到1300蚊、1400蚊嘅。喺樓上落樓就可以嚟到佢哋發展商自持嘅呢一個超市，同埋佢呢邊仲有一個麥當勞喺呢一度。喺麥當勞呢一度嘅話，佢基本上就係證明呢個區係佢哋呢邊商業非常之旺、人流非常多嘅一個區啦。除咗呢邊有麥當勞、超市，呢邊仲有一個公交車站，可以搭車去到珠海啊，或者係中山市區嘅其他地方。咁馬路對面都有非常多嘅商鋪係開業營業緊嘅。入戶大門門口呢度就係一間美家便利店，咁呢邊就係佢哋嘅入戶門。一座呢一邊嘅，二座喺另外一邊，咁成個入戶大堂就係咁樣疊咗磚喺牆上面。咁呢邊過嚟嘅話就係佢哋嘅電梯間，電梯間呢一度都係比較光嘅。咁呢度總共係有4部 lift，呢邊有一部4號 lift 喺呢一度，咁呢一邊有一部喺呢一度，咁呢邊仲有2部 lift 嘅。佢呢啲 lift 全部都係要拍卡先可以去到嗰個樓層，就比較安全啲。電梯出嚟之後，呢邊就係佢哋嘅分層大堂，呢邊總共係有4部 lift， 25個單位。咁呢邊個通道過去有幾間單位，呢邊過去都有一個通道，同埋呢邊都係。佢呢邊嘅設計就係一個 Y 字形咁樣嘅，咁就有3條通道。咁樣設計嘅好處就係成個分層大堂嘅話，佢就比較通風同埋採光都比較好，唔似嗰啲傳統嘅一字過去嗰啲走廊，好多個單位門對門，呢邊就會分開降低個密度。咁我哋依家睇嘅呢一間1813，佢嘅面積係有34.79方，咁就一眼睇晒啦。入嚟係一個套房式嘅咁樣嘅空間格局，咁入門嘅左手邊呢邊就係一個洗手間，個闊度係1.2米，深度係1.4米，咁馬桶啊、洗手盤啊、鏡櫃呢啲全部都係已經有嘅，交付標準嚟嘅。咁呢個門到時都係呢個智能密碼鎖交付。咁成間房嘅交付標準就係依家睇到嘅咁樣，個樓底高度係有3米，空間係比較高啲嘅。咁佢開間係有3米，呢個深度係有4.4米，鋪咗木地板嘅呢度。咁到時床就可以擺喺呢一度，或者係靠牆邊去擺床。電視機嘅話，一般就係安排喺呢個位置啦。咁呢邊有個細細地嘅廚房，只能容納1個人入去操作。咁呢邊做咗一個細細地嘅吧台。Andy 係比較少影呢啲咁細嘅單位嘅，所以呢啲後期要花多啲心思去做嗰啲定製。咁呢邊仲有個細細地嘅陽台仔，但係佢係1.5個方嘅位置。咁呢邊可以擺個洗衣機喺呢度。呢邊睇出去就係南向嘅，遠啲嘅嗰啲地方睇過去就係珠海嘅地方啦。咁樓下佢都會有啲比較成熟嘅商鋪，嗰啲便利店啊、藥鋪啊，都係落樓就可以享受到。呢一間佢目前嘅總價係36.5萬，佢就可以送埋冷氣機啊、雪櫃啊、電視機啊呢啲嘢，同埋佢呢邊好似呢一間大細嘅，佢嘅租金係1個月可以收到1300到1400，咁你話起身個每一年嘅回報率係可以去到4厘幾嘅。